更了不起。我干嘛赔钱？我也不爱阿囝好好退学。要赔啥？若要赔哦，咱这个店哦话都无够的。不知讲咱阿囝也无唔对啊，赔头壳一空啊。如果等下医生哦，这个工作如果还顺着，若无代志哦，咱就用得动啊。来，饮者。啊，喂，啊，不搞哈。校长，林老师啊，你去带因来要创？校长，陈尚金甲伊阿母是来甲你回尸体啦。校长好。校长。免啦，免啦，刷刷转去，刷刷转去。办得好，我办好无地啊！校长，我求你，你给伊一个机会啦，好无？爸，我报倒是我家己无说你，甲上紧无要紧啦。好啦好啦，莫讲啦莫讲啦，恁带转去。校长，恁查某囝拢伊安尼讲啊，假使伊即摆受伤，是因为阿景的关系，应该是因为阿景是一个走路需要靠关爱的人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怕你受伤。校长，林老师，是的，我是来走。小等下，陈善琴，你若当保险讲以后你去乖吼，袂个人加倒人，袂发生代志。校长哦，允准你搁倒转来读书，因为迄个乖吼是危险的物件。校长，多谢你啊，林老师，多谢。谢谢班长，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还有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多谢。是啊，我你敢有知着？我无问题啦，问题母的吼，我拢嘛法度。啊，无来不会拢法度，卖操蛋啦！嘿，日本时代臭大人拢生死，你知唔知？来，材料拍一我看卖。哦。无安尼啦，我有照我家己做好的建本，互恁鉴定一下。好好好。来，我鉴定看看。你免
景。你告诉老师，为什么你要把作业簿撕掉？你写字慢一点没有关系，你功课写小一点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喜欢写作业，把作业簿撕掉就是不对。你想想看，你来学校之后，你有没有认真读书过？你只是到处去惹麻烦。上一次校长要把你退学，你阿布跟老师多辛苦去拜托人家，才把你留下来。你居然不知道好好珍惜，好好读书。你说这些纸呢？去哪里了？你讲啊！折纸飞机？什么？折纸飞机？你居然把作业簿的纸折纸飞机？你到底要浪费老师多少心血啊？你阿布这么辛苦，你要怎么找到他你才高兴啊？哈？真的，你袂歹，辛苦交做。哎，辉阳啊，啊，食番茄咧。哎呀，爱使。你这师傅先生国几交做？哈哈，你唔甘嫌啦。应该要拍掉。哦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孙囝，孙囝，孙囝，孙囝。唔知影交咧。哎，孙囝，来，我问你，我问你。哦，我这个裤仔头你是用啥物药个头呢？我今仔晚上要招你去因兜泡茶。裤头？哎，你唔知影，这个人吼，伫车头啊开一间五金店，啊每一届来拢订无几项，计小时咧抬甲加啦。全台东的人，大家拢嘛知影是一个奥客。你真正无简单啦，乌干啊底豆油无底看，三两句话就甲这个奥客吼按来干呢好势啊好势，有2步7啊。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孙囝啊，嘿，啊，这回订偌济货啊？哦，订我伫咧遮啦。猪头30支，连鱼仔刀40支，补头40支。哦，我拢无抬价，计小交以前共款。哦，孙囝啊，你真正文武双全呢，赞赞。哎，来对坐，来对坐。哎，请教问吼，啊，恁遮唔知要请师傅，我来引师傅啦。你来应工课啊？啊，是啦是。安尼好。哎，经过我用啊师傅一关。好，是。用啊，我操蛋，你做人过？你啊，你也看嘛，叫你快点落。好。要引师傅，哎，讲来我看卖。哦，谢谢你家。好，会使。啊，讲2个，你就准几啊都会使啊。会啊，袂哦，看计时间就知影啦。讲啊，这要创啥？吼，用啊，家己信用啊小毒咧。你家啦？老师啊，我拿进来伊，你看，我叫上前，别人写10段，伊写1段就会使。想袂到，伊竟然剩个破纸，摕我爸的学生去做纸飞机啦！我遮尔替伊想，伊竟然……我实在想到刺心的。老师，这个人啊，竟然脚无好，你敢会用莫甲罚惊害别人好无？家己做毋对代志，就要知影去承担啦。虽然讲你是伊的阿母，也毋过你袂使讲忍心啦啦。啊若无，你是永远都无法度体会别人的苦心。陈尚景，对不起，我们折纸飞机害到你了。对不起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邱静怡，邱静怡，过来。告诉老师，刚才你跟陈大你讲什么？刚才你也玩到啊。来，老师讲，老师不会处罚你。
因为陈尚景没有人陪他玩，所以他就……好了，你先回去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啦，有情花，啊有情花，可比有情意。哦，硬斗，真正硬斗就对。啊，浪花迄批画拄啊看完的啊，即摆想去接咧做吼，真正是武死人啊！嘿，阿雄师啊，咱遮敢逐工遮尔硬哦？无啦，啊，甲逐工安尼做，挡来条，人都毋是铁打身体个。哎，像着安尼做代志吼，铁拍身体嘛挡袂掉啦。大主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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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支电耳仔刀，100支猪头，佮……啊无你是安怎？敢若敢若嫌工课伤济哦？知啊。啊，但即次都还袂赶完啊，你去演出就转啊？啊，是当时要互人啦。10工爱赶出来互人。啥？10工就爱管互人哦？啊，咱即摆这主要怎？迄次请安啦，迄次请安啦。这次无论如何是拼民主的。吼，你都毋知影，迄个要求量吼，演这次是演到流水汗，恁爸袂演互伊调工甲抢过来。吼，即摆伫咧厝哦，差不多安尼气甲要变老筋啊。莫会安尼啦！啊兄弟啊斗阵台对毋对？民主做好啊，甲我敬一下，对。因为我叫阮某做一摊较青草的，啊伊啊赶死大时哦，逐工加菜，搁加烧酒，安尼无？好，哦，你不要！好啦，要食会用的，要毋过爱有规矩哦。等师傅拢食了了后，恁才会当去，知无？阿弟，你去倒泡菜。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哦，大家食饱，你莫欢喜，吼。啊，明仔载开始哦，爱甲强了哦，唔通我老，吼。啊，无问题，无问题啊！好来来，阿爸，硬个食，哎，真赞哦，一定爱。用啊，你真辛苦，你加食一块，吼。啊，顶赛，来，来，你们硬个食，吼。哦，师啊，师傅娘出这鸭嘛，确实好食。好食，尽量硬个食，来，尽量，免惊后壁佫有。出来，后壁阿爸佫读出来。哎，囡仔是安那啦，上芳一顶我是敢若分的，敢袂看到一条？你若嘛爱食嘛，等师傅食饱，要食才来食。穿啥物体统啦？炒绿。阿爸佫读出来。来，不要放下。来，大家你莫讲我意。恁莫甲大人抢啦！啊，拄则因食遐济啊，即盘一定会留一寡互恁的啦。啊，搁有啊，这头哦，啊，搁有阿妈滚，啊，搁有骹哦，上好食的，啊，要甲藏起来，留伊明仔载互恁食，吼。
啊！迄著奇啊咧！啊，一只鸭肥出出安尼，是人硬无几地，啥物无啊？煞毋知哦，咱头家娘较当生啦，啊，较顾遐个囡仔啦，啊，毋则留一寡互因食，毋讲吼，咱才先落食啦。春生啊，那你讲这话敢对？啊，我今仔日全工要互恁食爽的。什么囡仔咧甲人大人争食？我来，使啊，使的啊！啊，咱着食真济啊，留一寡囡仔食啦。点点啦，到位。春生啊，啊，你也毋知影阮师个个性，死爱民主的人呢，你嘛拜托的，莫安尼黑白讲啦。你是要甲阮师傅娘害死我啦？我就要看卖啦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，情花，啊不情花，可不情无啊，你是啥物倒啦？就甲你讲无啊，你搁伫遐吵啥啦？顶边就毋是。啊，无这啥？哎呦，剩咧头啊，甲阿妈过来卡，无啥物别啦，互囡仔食，互因欢喜是安怎哟？囡仔欢喜，喊你要等师傅面头前闹去。你要互师傅讲我当生哦？袂啦，啊因着食到遐尔欢喜啊，你莫家己黑白想就好啊啦。顶边就是要师傅食欢。啊嗨啊！妈的！你这个靠呀！莫看。你喊大声要创啥啦？家囡仔惊着啊啦！你愈来愈骄傲，你要咧讲话拢无甲信到。食无着就哭啊呢，这也是啥物仙桃啊啦？但是细细吼，囡仔爱食就用阮食。三个囡仔内面，你上爱哭的啦。好，乖，我等下就用互恁食，吼。